廚房細但係雜物好多，一定要睇下呢一套櫥櫃設計。廚房唔係雜物多就係電器多，學我做個到頂嘅高櫃，將全部雜物收埋。最常用嘅電飯煲同微波爐就放喺黃金位置，加上趟板，用嘅時候可以拉出嚟。不常用嘅電器、鍋具同雜貨等等，我就放喺上層，唔夠高開門都唔怕。呢度拉出嚟就係一張凳仔，擺左擺右都得。中間2層就做薄櫃桶，放刀叉同小工具都好順手。下面就用原來嘅櫃門自製小推車，上層放雜物，下層就放一啲唔使放喺雪櫃嘅蔬菜。我利用咗後面嘅20厘米空間，放咗一個米桶，用完再推入去，超級順手。然後好難用嘅轉角位就用轉角拉籃，湯煲之類就可以放喺呢度。上面留空嘅位置再放一個桌面垃圾桶，你就係空間利用大師。跟住就嚟到抽油煙機旁邊嘅窄櫃，裏面係一個唔規則嘅空間，又好深，所以後面就用咗呢一種自動升降架嘅電機 DIY 咗一個可升降嘅調料架。前面嘅空間都唔好浪費，用摺疊支架自製一個下拉式洞板，完美地利用空間，收納設計好。仲有一個重點就係要方便清潔同方便收拾。